但若是风台过了一个月，一寡路树、路顶、电火条虽然拢修复完毕，不过伫个民厝受损的部分，目前嘛由中央甲伫地方积极来协助，每合工班进行房屋的修复甲伫拆除等工作。目前每合登记的有842件，除了绿色户的修缮部分，费用由着政府专业来负担，一般户部分伫个修缮甲伫拆除嘛有补助。针对弱势的部分，我们也是很积极来处理哈。那我们在昨天的善款委员会已经有匡列了1.6亿哈，要来协助弱势户的修缮哈，所以弱势户的修缮是不用付钱，我们是由政府完全来处理哈。好，那目前弱势户的统计大概是1097户哈。好，那实际有认养了北门、学甲、将军、七股、盐水哈，总共有129户哈，陆续在修缮中哈。好，那市府的部分大概包含公务局、还有公所、还有企业的认养，还有营造工会哦，大概的数量是968户哈。不过目前也还在做调查当中哈，可能这个数量会没有那么多哈。除了修缮以外，那个拆除的话也能补助哈。好，那这边来进行一个宣导，就是一般户的部分，在8月17号，如果在跟政府完成媒合的部分有尾款的2万块，好，这个部分请那个住户可以进出来做媒合哈。好，那拆除的部分哈，这是新的哈，就是如果你要自行雇工的话，好，9月底拆除可以补助拆除费用2万块哈。好，如果是由政府来代拆的话，这个费用都由政府完全全额来负担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有申请的话，就不管是要拆除或修缮都有一些补助哈。不过它的适用的对象是有符合申请慰助金请领的一个受灾户哈。除了房屋的修缮，另外伫个修缮甲伫拆除期间，民众安置的部分，目前市府除了开放北门区2间国小临时的安置场所，另外民政局嘛启动灾民租用货柜屋的计划。只要是因为风灾造成大个部分受损严重，还未领取租金补助的灾民，拢会用到区公所来提出申请。货柜租用的期间对今年9月1号到12月31日，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，市府统一来承租，由着政府补助大部分的费用。申请人每一季4个月只要负担8000块，若是低收入户或者是其他弱势族群，费用由着市府专业来补助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